主后2024年1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是摩西也是上帝的作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来及记17章第1节到16节。以色列人全体会众顺坦上主的命令，对神的旷野一站一站向前行。因伫利非定扎营，伫遐无水通啉。人民甲摩西吵，互阮水啉。摩西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伫甲我吵？是安怎伫试探上主？人民伫遐真喙焦，爱要啉水，就埋怨摩西讲：你是安怎带阮对埃及出来？是要互阮甲阮的囝儿前生拢喙焦死，是无？摩西就求叫上主讲：我要安怎对待这人民？因差不多要用石头甲我钉死啦！上主甲摩西讲：你带以色列几个长老行去人民的头前，你的手着举进前拍尼罗河的管仔。你去，我要伫何烈的石盘遐徛伫你的面前，你拍迄个石盘，水会对遐流出来，互人民啉。摩西就伫以色列长老的面前安尼做。伊甲迄个所在叫做玛撒，嘛叫做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甲伊吵，搁试探上主讲：上主减有伫阮中间。亚玛力人来利非定攻击以色列人。摩西甲约书亚讲：你着选人去甲亚玛力人交战。明仔载我要举上帝的管仔，徛伫山顶。约书亚就照摩西的命令去甲亚玛力人交战。摩西、阿伦甲互尼拢爬上山顶。摩西手举起来的时，以色列人就摊赢；手垂落去的时，亚玛力人就摊赢。毋过摩西手酸，阿伦甲互尼就刷石头来下伫伊的下面，互伊坐地。因扶伊的手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，伊的手就无垂落来，一直到日落。约书亚用刀摊赢亚玛力人。上主甲摩西讲：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对天下完全撤销。你着将这个事记录伫册里，通提醒后代，搁读互约书亚听。摩西去一座祭坛，甲伊号名叫做上主尼西。佮讲：着举上主的军旗，上主要代代甲亚玛力人交战。是摩西还是上帝的作为？以色列人还未到西奈山敬拜上帝，亚玛力人却先跨越西奈旷野，来到利非定攻击以色列人。踅一大阵真远的路去攻击一队难民，这真正是令人恶你相信的军事行动。检采听讲以色列人的目的地，就是亚玛力人的家园，所以因遮趁这队难民还未整装准备好势以前，就先发动攻击。无论安怎，对摩西甲阿伦来讲，这阁是一遍领导的危机。互人意外的是，摩西并无像前几遍处理以色列人的抱怨安尼，来到上帝面前祈祷，听候上帝的旨意。可能摩西自细汉受到埃及的宫廷教育，对战斗这类的事务较熟悉。因为安尼，伊就直接命令约书亚：你着选人去甲亚玛力人交战。
经文中并无甲咱讲约书亚挑选偌济人，即场的战争的规模有偌大，咱敢知影摩西手举起来时，以色列人就摊赢；手垂落去的时，亚玛力人就摊赢。有一寡人因为安尼对举手的姿势有刻板的理解，抓做祈祷的时，只要举手就会当大大得胜，手放落来就会失败。实际上，经文并无明确指出摩西举手是伫为以色列人祝福祈祷，点彩也可能是伊早前甲约书亚约定的进攻记号。无论安怎，摩西也是有软弱的时阵。双软的双手需要阿伦甲互尼的扶持，最后约书亚击退亚玛力人。上主也吩咐摩西甲即次得胜的事迹记录落来，互后代无袂记得上主的作为。摩西无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伫家己，需要建立一座祭坛，甲荣耀归予上帝。不过，咱身边的环境中，可能就毋是安尼生。检采有扮演约书亚角色的人会讲，拢是我咧出力，其他人干那会伫边仔比手画刀拿定。扮演摩西角色的人会讲，若毋是我的手举规工，你敢拍会赢？扮演阿伦和互尼的人可能会讲，若毋是阮扶你的手，你的手会当举规日是无？凡说连亚玛力人都会跳出来讲，若毋是阮来打击恁，恁会当安怎成功是无？伫上帝伟大的计划中，咱当然拢有份。检采也捌到一撮仔光彩，总是千万毋通因为安尼就得意洋洋。耶稣捌提醒，恁嘛是安尼。恁做受交代的代志了后，就讲，阮是无路用的仆人，阮不过尽本分做拿定。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。因为安尼，咱应该时常省思，上帝交代我做的工，我有尽力做好无？日想，我是毋是捌关注追求有杀的事情，反倒忽视整体的目标甲方向，也是过头看重家己，干那想要互人看到家己所做，毋是看到上帝作为。我是毋是捌关注追求有杀的代志，反倒忽视整体目标甲方向，也是过头看重家己，干那想要互人看到家己所做，毋是看到上帝的作为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虽然摩西手举起来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毋过胜败的关键其实毋是伫遮，求你帮助我无看事情的表象，反倒是找求你的旨意甲帮助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